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的局势啊。前两天特朗普说美国的援助正在路上，他号召伊朗人民要走上街头，要夺取这个政府机关，要记住那些镇压的刽子手等等让这个伊朗的局势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昨天是这个伊朗紧张的气氛拉到了顶点，伊朗在断网以后又关闭了领空，可以说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突然好像局势又平缓了。昨天咱们做了节目那么具体什么原因？经过24小时的这个发酵很多媒体也陆陆续续透露出更多的内幕消息怎么特朗普一下好像又暂缓对伊朗的打击？这个本身是不是就是极限施压的一部分？根据巴基斯坦黎明报、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1月15日最新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莫格哈达姆披露，他在1月15日凌晨1点左右收到了重要信息，特朗普总统通过卡塔尔告知伊朗，美国不打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时，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落实停止暴力、镇压抗议群众的承诺。特朗普追求的是速胜，而美国军方无法保证一次性打击能够迅速导致伊朗政权垮台。在无法速胜的风险面前，特朗普选择交易。以色列第14频道指出障碍其实来自于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这些盟友，他们联手阻止了特朗普。这些国家已明确告知特朗普政府，他们不会允许美军战斗机或无人机从其领土上基地起飞，对伊朗执行攻击任务。沙特、阿曼和卡塔尔正私下劝阻特朗普，担心军事打击会摧毁石油市场，并导致伊朗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也就是伊朗也可能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也就是整个波斯湾的石油运不出去，整个世界这个石油市场大乱。当然这都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他们的观点。而土耳其担心战争引发大规模难民潮以及地区权力失衡。第14频道强调说特朗普并没打算撤回打击计划，只是在进行战术调整。特朗普认为这些盟友的摇摆只是暂时的，他正在评估如何绕过沙特、阿曼和卡塔尔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更多依赖部署在公海上的航母编队，或者利用 B-52 战略轰炸机从美军直属的迪格加西亚岛起飞，或者美国本土起飞，远程轰炸伊朗。如果特朗普最终被迫使用远程轰炸机，而非利用沙特、阿曼和卡塔尔的军事基地，为了指挥远程的打击成本，他会选择彻底的摧毁伊朗。尽管受到了美方的保证，伊朗军方表示仍保持高度戒备，以防以色列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发动单方面行动。另外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与这个特朗普通话，建议特朗普稍缓，也就是暂缓打击，要让以色列做好充分准备，以防止伊朗对以色列报复。也就是说以色列这边也没做好准备。那当然了，这些都是媒体报道实际上咱们在昨天节目已经介绍了，轰炸伊朗很容易，甚至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恐怕也不是那么难，也能做到。但是打击完伊朗的神棍政权之后，下一步怎么办？特朗普很显然他并没有准备好，也不打算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那遭到打击的伊朗，也就是神棍政权推翻以后这个伊朗国内的局势如何收拾，没有后续方案。所以特朗普对记者说有重要消息来源向华盛顿方面通报，伊朗政府已暂停处决抗争者。特朗普以此为借口暂时按兵不动，或者选择观望事态发展。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是在美军发动打击的前一刻亲自下令终止打击。多名知情人士目前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透露，特朗普已经告知其国家安全团队，他希望美国对伊朗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能迅速而果断地打击
击哈梅内伊政权，而不是引发一场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战争。如果要采取行动，他希望是一锤定音，就类似于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闪电战，稳准狠，短促而精准。但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的顾问迄今为止仍然无法向他保证，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政权会迅速垮台。另外，一旦伊朗决定反击，美国在中东地区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其报复行动。他表示，当下的局势可能会促使特朗普决定先对伊朗发动规模较小的行动，与此同时保留升级打击力度的选项。不难看出，特朗普还是想把委内瑞拉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伊朗身上，而不是深陷中东战争的泥塘。所以说媒体分析别说派地面部队，能否达到当年干涉利比亚的力度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从目前来看，要想在伊朗达到所谓一锤定音的效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采取行动。不过自从特朗普抓了马杜罗以后哈梅内伊恐怕他的这个防御他的守卫肯定也升级不要说美国人了，恐怕连这个伊朗人，连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都不知道哈梅内伊在什么地方。美国和以色列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对哈梅内伊采取行动，而除了斩首行动外，其实也没有太多能够一锤定音的方案。伊朗去年6月也就是12日战争被以色列和美国打得那么惨，但最终还是扛过去了。归根结底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2周，但伊朗境内并没有任何一支成规模、成建制的反对派武装力量，也没有发生军队倒戈。伊朗国防军依然保持中立，而革命卫队依然维持对哈梅内伊神权的效忠。实际上参考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外部势力不派遣地面部队介入，只通过海空力量远程打击进行支援的情况下，想要颠覆旧政权，那么内部就必须有强大的反对派武装，而现在伊朗并没有这样的条件。目前伊朗最多的就是地方上分裂势力有所活跃，比如西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当地的民兵组织据称已经跟革命卫队交上了火，一些库尔德武装分子也已经从伊拉克进入伊朗境内。很多伊朗人指望国防军倒戈，但只要哈梅内伊还在，国防军就几乎不太可能有太大的行动。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虽然特朗普降低了语调，伊朗的杀戮似乎已经停止，也就是伊朗没有任何处决这些示威群众的计划。但是我们一直说咱们要看行动，而不是看他说什么。因为特朗普本身就有一些迷惑性，特朗普就把那个叫什么战略不确定这种突然性，他是发挥到极致。大家还记得吧？特朗普在抓马杜罗之前，那也是一个劲的给马杜罗打电话，安抚马杜罗不要怕我们谈得很好，安心的睡觉吧。结果一夜之间，马杜罗就成了阶下囚。所以我们要看他做什么，不要看他说什么。所以咱们昨天就说了这个美军的目前的部署和动向又不像是要偃旗息鼓善罢甘休。除了这个在中东的美军基地，对吧？这个部署很异常，无关人员已经撤离，再加上美国本土的一些加油机好像是6架还是几架，又部署到夏威夷，空中加油机部署到夏威夷，这个路数跟去年6月份 B-52轰炸伊朗是一模一样的。而在南海执行任务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14号接到命令，开始被调往中东。因为在波斯湾美军是没有航母的，好像就几艘军舰吧。现在林肯航母打击群接到急令直扑这个波斯湾，预计在5-6天之后到达指定位置做好部署。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我当然希望这个特朗普对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给予致命一击解救伊朗人民，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如果我们要从更高的一个维度去看这个事，也就是说咱们假设你就是特朗普，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要认真思考一下，发现小不忍则乱大谋，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美国要出兵伊朗的话，这一点特朗普虽然他是个嘴
嘴炮啊，大嘴巴，但是他还头脑比较清醒的，也就是说啊，绝不能陷入到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所以他要零后续，也就是打完就走，炸完就走，而且还得见效果，还不能留下任何国际的这个负面的，不能引起人道主义危机。所以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啊一击致命，如果做不到这个，那就得从长计议。为什么要求一击致命呢？所以这个就非常深远了啊！谁最希望美国现在被陷入战争？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也就是正义联盟的大哥，现在就急切的盼着美国啊陷入战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虽然啊，美国一再强调是吧，它可以同时打赢2场战争，但是啊，就像我们如果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看成啊是俄罗斯在欧洲咬钩了，当然了是他自愿的，对吧？咬了钩，现在没法脱钩，已经深陷战争的泥潭。而欧美呢是在遛鱼，游刃有余，对吧？在遛俄罗斯这条大鱼。那我们同理啊，谁最希望美国咬伊朗这个钩，在伊朗这儿上钩？他一旦陷入进来，美国有没有那个能力说短时间就能脱身？大家记住了啊，普京可是从1小时22分打成了5年，我相信也不是他情愿的啊，所以我可以肯定啊，如果美国就是特朗普要在伊朗这儿咬钩，那正义联盟睡觉都能笑醒。普京前年发动的计划都没有实现，结果今年啊，它自动实现了，对吧？前年啊，2023年就是大前年了，对吧？在中东搞的是什么阿克萨洪水行动啊，就是恐怖袭击，这实际上就是啊俄罗斯人搞的鬼，窜到什么抵抗之湖，在中东挑起紧张局势，放火，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本质上是想把美国拖进去。这个泽连斯基也说过，对吧？大量的美国武器本来是要援助乌克兰的，通通的都援助到以色列去了，国际的目光，对吧？也被这个加沙分走了很多。所以我们要这么想的话，谁最希望美国在伊朗咬钩，然后把它死死拖住？有媒体分析啊，如果哈梅内伊啊被斩首，或者是啊神棍政权下台，那么伊朗很有可能啊会有更激进的这个宗教教派啊这些人士掌权，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大家再想象一下啊，如果印度啊突然遭到美国打击，咱们设想一下啊，美国轰炸印度，或者美国以什么借口，或者说是拯救印度人民，但是美国他又不派地面部队，他只是轰炸，好，印度的政权垮台，那么印度上台的是谁呢？大家平心而论啊，认真的评估一下，你觉得上台最有可能是谁？基本盘这么强大的情况下，而且遭到外部势力的打击，这叫侵略啊！民族主义一定高涨，民族主义高涨跟基本盘一共振，那就是夹头老师上台，或者是夹头老师这样的人物上台，这个是啊必然的结果，甚至啊比夹头老师更夹头的人上台。你想啊，在外部打击，对吧？这个就是什么叙事啊？这是外敌侵略啊！民族主义一定有市场，所以在伊朗啊，你就能想象是什么局面。伊朗的这个巴列维啊，他逃到美国，对吧？快50年了，在伊朗国内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根基。伊朗的老百姓啊，打出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的国旗，你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支持巴列维，你更应该理解成他是反对哈梅内伊。正因为他没有反对派，对吧？他这个老百姓啊，只是反对哈梅内伊，反对这个教士集团、毛拉政权，他没有这个反对派，所以说他还举出了这个巴列维这个国旗，是吧？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啊，这个特朗普目前啊，我认为他考虑是对的，轰炸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毛拉政权很容易，但是擦屁股很难，而且美国现在又不能陷入这场战争，对吧？他一旦陷进来，那首先低保老人都能笑醒，那个时候印度，对吧？再跟伊朗来帮衬，来个无上限，来个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所以说啊，我们朴素的认为啊，叫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一件的办，对吧？我认为啊，现在是既然美国在伊朗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可以先缓一缓，对吧？还是依靠伊朗人自己，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呢，由他们自己要觉醒，然后国际社会呢要聚精会神，集中精力解决俄乌战争，对吧？继续遛大鹅啊，继续小火炖大鹅，不要分神，因为总病根在大鹅这儿。如果大鹅垮了，神棍政权呢，它根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那特朗普啊，派这个航母舰队是吧，到波斯湾，恐怕也是对这个神棍军政权继续施压。施压什么呢？也就是你不能这个血腥的镇压、处死伊朗的这些示威群众。如果你要继续的吧，这个吊死啊、处死这些伊朗示威群众，那美军会立即轰炸伊朗，打击
伊朗的这个神经中枢啊、指挥系统，包括斩首最高领导层。但是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一方面对美国那肯定是私下里已经跪了求饶，但是对内那一定是秋后叫什么清算、秋后算账。虽然他不枪毙、不绞刑、不公开处死，但是啊，抓人清算那一定是大张旗鼓。伊朗的议员易卜拉欣、贾拉雷和保守派政治家梅萨姆·纳迪称，伊朗前总统鲁哈尼与前外交部长加瓦德·扎里夫已被伊朗执法部门软禁。这什么意思呢？在我的印象中啊，这个伊朗的前总统鲁哈尼啊，他就是稍微比其他的这个总统啊要更加激进一点，也就是在这个神棍政权、毛拉政权的这个控制之下，他尽最大的可能去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所谓的亲美，对美国不那么强硬，想发展经济。那么伊朗这一次在这个神棍政权的吧，他秋后算账的时候，他要挖这个根源呢，因为伊朗是对美、对西方、对文明世界那是对抗的，对吧？以反美著称，所以他们就要找到这一次这个群众示威活动罪魁祸首、思想根源，挖来挖去就挖到前总统鲁哈尼身上，对吧？就是你要改革开放，就是你要搞经济。你看看，实际上这就是标志着要进行内部清洗，要清算。因为鲁哈尼说来说去也是毛拉政权的一部分，对吧？也是伊朗神棍政权的他内部人，所以他内部要大清洗，说不定都要清洗到这个现总统佩泽西奇扬头上。因为佩泽西奇扬在这个运动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了一些比较软的话，类似于什么来晚了，对吧？类似于这个都是政府的错啊，不是美国的错，不是西方的错，是我们政府没办好。哎，这就是佩泽西奇扬说的啊。所以说啊，从鲁哈尼这些亲美派，所谓的亲美派打个引号啊，他不是真的亲美，他只是跟那个毛拉政权、神棍政权相比啊，在他们内部他们算是亲美的。哎，这些人要遭到清算，对吧？先从下台的鲁哈尼开始。我估计啊，如果这个毛拉政权一旦稳定住，那下一步恐怕要清算这个佩泽西奇扬。实际上我在想，就这个周末，在特朗普这样的高压之下，神棍政权、毛拉政权至少明面上不敢公开处决这些游行示威的群众。那么在这个鼓动之下啊，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周末如果伊朗人民啊还坚持走上街头，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办。如果伊朗偃旗息鼓，那么这个事情啊就要沉寂一段时间。所以关键看这个周末，看伊朗各大城市这些群众能不能坐得住。纽约时报有一篇社论啊，叫伊朗的残暴政权已无可救药，正在反抗政府的伊朗民众展现出了令人敬畏的勇气。在过去的1/4世纪里，伊朗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争取政治自由的抗议运动，而政府每一次都诉之暴力镇压。尽管如此，最近几周仍有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涌向街头发声，要求变革。即使哈梅内伊领导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杀害了数百甚至数千人，抗议者依然义无反顾。每一个信奉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都应对这些抗议者表示由衷的钦佩。然而，如何帮助他们赢得自由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德黑兰的神权政体已经构筑起了一座由石油财富、威权盟友和国内高压统治交织而成的堡垒。尽管如此，美国和其他国家仍有可为之处。特朗普总统对伊朗政府斥责固然正确，但他面临着在缺乏周密战略情况下仓促发动军事行动的风险。核心问题在于采取何种外交、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手段，才能最有效地壮大抗议运动，并瓦解哈梅内伊政府内部的精英阶层。该政权近期的暴行再次印证了数十年来的事实，它是全球最邪恶的政权之一，而伊朗公民为此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当然了，这个是美西方媒体说的啊，说伊朗政权是全球最邪恶的政权之一。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伊朗是正义联盟的一份子。去年伊朗平均每天处决约6人，全年总计超过2000人。他通过剥夺非亲政权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来践踏民主。他严厉审查批评直言论，他歧视少数宗教群体，禁止巴哈伊教徒入读大学，甚至阻挠逊尼派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啊，这都是正义联盟啊，那必然要干的。厌女症已成为其官方政策，在法庭上，女性证词的权重低于男性，一夫多妻制合法化，丈夫有权禁止妻子工作或出国旅行，女性因
未佩戴头巾而遭到骚扰，被禁止在公共场合独唱。伊朗政府使其人民陷入了赤贫，由于领导层沉迷于穷兵黩武，伊朗经济遭受重创，并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领导人没有将石油收入投资于民生，而是将其挥霍在合计划、支持恐怖主义以及维持自身的奢靡生活上。国内投资的匮乏，甚至导致德黑兰已经面临水源枯竭的危机。1979年革命前，伊朗在巴列维的统治下也曾经历过腐败与压迫，但当时的人均收入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今天，伊朗人均收入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尽管伊朗拥有深刻的文化与教育底蕴，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落后于危地马拉、伊拉克、科索沃、利比亚和南非。苦命的伊朗人民推翻了腐败的巴列维王朝，迎来了更加穷凶极恶的神棍政权，实现了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在国际舞台上，哈梅内伊政权散布着混乱与死亡。他向俄罗斯提供了数千架所谓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那个沙赫德无人机助长了普京对乌克兰人的屠杀。他是叙利亚阿萨德残暴政权最坚定的盟友，为其庞大的酷刑网络提供了支撑。自1979年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始终是企图摧毁以色列，其主要手段是扶持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恐怖代理人。这些组织不仅杀害以色列人，其受害者还遍布阿根廷、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法国、泰国和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在真主党的渗透下，黎巴嫩已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几十年来，这些行动曾让伊朗得以投射国际影响力。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及其神职集团曾自诩为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有力对手，然而事实证明，该政权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脆弱。自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以色列已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在去年一场为期12天的冲突中，以色列摧毁了伊朗的防空体系，刺杀了其非法核计划的头目，并拦截了数百枚射向以色列的导弹。随后，特朗普下令袭击伊朗核设施，重挫了该政权获取核武器的野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联合国去年因核问题实施了严厉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伊朗政府似乎连保护其领导人的安全都做不到。2024年5月，哈梅内伊的潜在继任者总统莱西以及外交部长在浓雾中遭遇直升机坠毁身亡。这些挫败羞辱了哈梅内伊政权，迫使焦虑的官员不得不放宽部分社会限制，比如允许跳舞，而政府表现出虚弱，也进一步点燃了当前的抗议怒火。抗议始于12月28日，最初是因为商人不满伊朗货币去年贬值 80%以及超过 40% 的年通胀率，抗议迅速演变为政治诉求，并蔓延至全国31个省份。视频显示，民众高喊独裁者去死，矛头直指哈梅内伊。许多伊朗人愤怒于政府将国外的冒险扩张置于国内繁荣之上。一个广为流传的口号是：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国际社会正确回应因始于对抗议者的统一声援。哈梅内伊政权已彻底堕落，失去了改革的可能。他曾经有无数次改弦更张的机会。奥巴马政府曾试图接纳伊朗成为地区大国，前提是放弃核武并遵守国际准则，但伊朗统治者选择了极端主义与奴役，他们已证明自己无可救药。抗议运动代表了伊朗唯一的希望，建立一个不再祸害世界，转而造福本国人民的国家。不要以为美西方制裁导致伊朗这样，奥巴马给过哈梅内伊机会，接纳他融入世界，只要放弃核武器，放弃极端主义，不要搞那些资助恐怖，结果这个神棍政权他是自取灭亡。那么这个纽约时报说具体操作上，他说特朗普政府应在拜登政府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向伊朗秘密提供星链设备，以便在政府切断网络时确保抗议者的卫星通信。美国还应采取技术手段对抗哈梅内伊政府这些设备的干扰。全球范围内的制裁也应继续升级。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对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
征收新关税，其他民主国家也应跟进实施经济惩罚。这个欧盟啊，现在不也是在制裁这个伊朗？英国啊，又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另一项潜在的政策是针对哈梅内伊政府的所有要员及其亲信实施个人制裁和资产没收，必须让他们明白，除非与政权决裂，否则他们永远被国际社会孤立，无法再享受他们热衷的奢侈品购物和海外旅游。当然，特朗普还威胁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1月2号，继抗议爆发5天后，他宣称美国子弹已上膛。如果特朗普是认真的，我们敦促他务必比以往更审慎，在发动任何军事行动前，他应寻求国会批准，并明确行动的局限与目标，如何削弱政权，如何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泥塘。此外，他还确保美军力量不会因委内瑞拉周边的部署而捉襟见肘。若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攻击伊朗，将使该地区美国人陷入险境。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吸取委内瑞拉行动中缺乏战略定力及非法操作的教训。他应思考哪些政策最能瓦解伊朗政权的暴力镇压，并为民主转型创造条件。无论外界如何行动，哈梅内伊政府仍可能成功镇压此次抗议。他定会继续污称抗议者是外国势力的傀儡。然而，正如统治者所期望那样，这些抹黑不应吓退国际社会。伊朗人民已日益看穿政权的谎言与灾难。近年来，伊朗人不再是团结在国旗下，而是为了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未来而团结在一起，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这个就是《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啊，伊朗的残暴政权已无可救药。这个我是非常认可的啊，也就是说，你指望着这个哈梅内伊他们什么改革，那就扯淡，他们只会清洗，大清洗。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啊，现在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的加剧，美国的财政部对吧，那个贝森特又宣布啊，对伊朗新一轮制裁，这些都会加剧伊朗神棍政权内部的分裂。一旦这个神棍政权内部的精英呢，他们意识到抛弃哈梅内伊，他们有可能会改善他的生活和待遇，那他们就有可能会选择这条路，对吧？当哈梅内伊政权、神棍政权他内部精英呢没有办法团结在哈梅内伊周围、神棍政权周围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倒台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伊朗人民，对吧？叫打铁还需自身硬，美西方只能提供一些外部的，或者叫锦上添花，或者叫扶上马送一程，对吧？但是关键还看他自己，否则的话就是下一个阿富汗。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可能坚持不了2026年，因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犹太复国主义还有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只要继续保持这么一个高压，伊朗的神棍政权啊，它的崩溃啊指日可待。只是啊，伊朗要走向何方，这个还是要看伊朗人民。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